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8421个本土病例，38人死亡。有医师讲，防疫放零了，病医急诊室人拢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当地台湾访问，国防部讲27有11架厝的中共军机，4台中共的军舰伫台海活动。4个乌克兰地区办家己洛西亚的公投，结果4个地区拢同意加做洛西亚国土。美国强调未成立这个公投。来看过来，今仔增加48421个本土病例，147个中重症，38人死亡。上少年的是一个30岁查甫人，伊快筛阳性，也毋过无通报，着病4天雄昏去，送去病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另外，10月初一开放第一阶段注流感疫苗，会当甲新冠疫苗做伙注。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数有48421位，比起之上个礼拜的礼拜3的时候，大概也是增加3.7%哈。境外移入的病例的部分有192位，那死亡的病例数有38位。30多岁的男性没有慢性病史不过他也未曾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9月19号的时候有发烧咳嗽当天有自行使用家用快筛。检验是阳性不过他没有通报，也没有看诊9月23号的时候呢，在家里面突然出现意识不清，送医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心跳呼吸。我们公费流感疫苗就第一个阶段是10月1号开打，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这2个疫苗可以同时接种，建议接种在不同的肢体，也是成人的话，他就是左背打1针，右背打1针。从下个礼拜1开始那也就是10月3号。那我们这个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那第2的阶段也会开始打剂次是当然是也是一样是追加剂的使用了虽然本土病例阁未少，也毋过咱国内防疫已经豆豆的放零了。有医师就发现讲，除了新冠病毒，各种的感染病症最近是愈来愈多。即嘛有真侪病院的急诊室人拢吵尤其是囡仔的急诊，有真侪囡仔拢去喂着呼吸道的病毒、诺罗病毒甲流感病毒。医师嘛提醒家长，着爱做特别注意。最近天气多变化，去病院看急诊的人嘛愈来愈多。有医师发现讲，唔免等到寒天，各种的感染症拢已经提早出现。除了新冠肺炎、诺罗病毒胃肠炎，还有白菌引起的肺炎，甚至是支原体肺炎等等，拢伫出现。尤其囡仔挂急诊的人数嘛直头增加。伊若靠中家病院做例，光是拜一就有130人次的囡仔挂急诊，真有可能是进前高度防疫，囡仔体内无抗体，造成免疫负载现象。当我们国境开放，或者说我们个人防护有比较松懈的时候，再加上这些病毒事实上他们有做一些反扑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的急诊来诊量就会看到比较明显增加。医师表示，目前儿科的病房差不多拢满啊，若像搁等去到疫情进前的场景，不过其实唔若是囡仔，大人挂急诊嘛有增加的趋势。有专家警告。南北球澳洲发现讲，今年的流感甲呼吸道喂着病毒的情形是来了真凶，老人甲囡仔住院的比率拢提悬。咱国边境解封了后，一定要提高警觉。呼吸道融合病毒主要是针对这个婴儿婴儿的话，它会产生一个细支气管炎就是会剧烈的咳嗽，然后会有胸凹、很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老人，老人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也是引发这些咳嗽、气促的一个情况。医师提醒，今年流感真有可能造成国内大流行，呼吁民众该做疫苗一定要去做，包括新冠疫苗甲流感疫苗。另外，嘛要保持个人卫生的惯习，包括挂喙罨、接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等，来降低胃着各种病毒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传出讲，政府高层介入假电视申请执照这案，国民党团今仔批评 NCC 已经正做是民进党的附属机关，要求蔡英文、苏贞昌应该回失的。NCC 的主委陈耀祥爱落台负责。面对外界质疑，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因尊重 NCC 的独立运作，政府绝对袂干预。假电视的创办人裴伟嘛声明强调讲，由于公开的内容是有经过剪接，伊嘛会针对提供录音档案的人提出告诉，要求赔偿。小英总统反映那天的状况，说 NCC 其实很无理取闹，小英总统就立刻告诉苏贞昌，这
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了最严格的处理，没有理由去拖人家，你一定要赶快去处理。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27集反映高站针对假电视申请执照有介入，对 NCC 施压，佮提出假电视创办人培伟伫股东会的录音证明。2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回失礼。NCC 主委陈耀祥落台，立法院嘛应该成立调查小组调查。蔡政府如何破坏政府体制，如何玩弄 NCC 成为民进党的附属单位，国民党团给予最严厉的谴责。时代力量28也到 NCC 门口，针对这几天的媒体争议，向 NCC 提交检举，要求调查。府院高层是否将手伸入 NCC？ 那不但会影响到媒体的新闻自由，更是让媒体沦为政党的工具。被培伟以假电视股东的身份，伫假新闻网站发声明，表示家己无受到 NCC 的特别待遇，嘛指控互公开的录音档案是经过编辑的，调工制作不实的消息。另外，行政长苏贞昌28到桃园机场视察，针对假电视介入争议，苏贞昌简单回回。通传会是独立机关，每一个委员都是专业，任期都有保障。我们对于独立机关的独立运作都尊重，也从不干预。针对假电视争议，提出关键录音档案的立委陈昭华，嘛佫一摆伫面册答文，要求假电视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积极出面面对，详细说明。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媒体人自由库最近新闻真多，本地今仔早起10点，伊要去台北地检署告高文地蒋万安妨害名誉，也毋过透早却临时发声明讲伊人未出现，会请律师去提告。伊主持的广播节目甲民视的新闻节目拢成请假咯。蒋万安嘛呼吁自由库赶紧甲相关的受害人回失礼哦。但市长嘛针对有人抹黑伊甲自由库的关系真特殊，望候选人爱有口德。媒体人自由库原本28早起10点要去台北地检署提告台北市长郭文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毋过透早却发声明宣布改由律师上诉状，当时请假主持的广播节目加大新闻。我不畏惧这种为了护航陈时中而进行的恶质选举操作手法，我也呼吁周玉蔻女士尽快跟被她伤害的人诚心道歉。那有一些候选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口德了哈，因为口德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品德。就像影射什么小两口啦，这些都是没有口德的事情嘛哈。自由库最近一直攻击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1年前的见笑台引起当事人张淑娟提告，社会也一直在讨论各反弹。根据 TPOC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分析指出，自由库得到真悬的讨论度，反对党也和陈市长甲蒋万安的得票率有超速达，出现黄金交叉，对陈市长的负面影响更较大。黄珊珊的民调是弱在后边。民调的起起伏伏很正常，那民调上升我也觉得很高兴，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非常战战兢兢的，要知道市民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每天只顾声量，坏的声量不要也罢。针对自由库最近的风波，陈市长也进一步表示，希望甲选举无关系代志赶紧结束，回归市政。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的选战是愈来愈烈，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今仔早起嘛提出动物保护的相关政策。黄珊珊伫教师节即天提出教育政策，讲要互3、4岁囡仔读公立幼儿园免学费。之前强调讲要来降低师生比甲代理教师比例，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伊是呼吁蒋万安赶紧提出政见来比拼。和鸟仔翕相，去落来甲狗仔耍，18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公布伊的动物保护政策。友善动物，台北更好。动保团体斗战声，蒋万安提出福利、保护、教育3方面的政策，包括提升动物收容品质、建立领养教育制度、推动宠物友善交通等等。我觉得这是迈向友善城市很重要的一步。对于饲主未来带着宠物出游。不管搭乘公车或搭乘捷运，其实都让大家可以更方便，也更提高我们对于宠物友善的意识。
9月8日教师节，同一个时间，武党籍参选人黄珊珊是提出伊的教育政策，希望打造为幼儿园到老大人下年岁的教育环境，嘛承诺要将5岁囡仔纳入义务教育范围，3、4岁的囡仔读公立的幼稚园免学费。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公幼，还有非营利，还有准公共化，每个月还是要付1000、2000、3000块的这个学费。这个部分我们精算过，如果免学费的话，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将近提出12亿的预算就可以完成。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日晡是走去新北市的实际拜票，伊讲因为这嘛是台北市的生活圈，听到黄珊珊发表教育政策，进前就已经提出相关政策的陈时中表示，教育确实是大家都应该爱重视的。我想这个黄副市长这边有提出来，我们这边有提出来，那我想那个蒋万安这边也要赶快来提出来，那才是一个正确之道。蒋万安回应，因会为老师、学生、家长无共方面来建议，请大家搁等一下。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前一站的918大地震，花莲甲台东的灾情拢真严重。花莲南区3个乡镇统计有370间民家厝受到损害，较严重的是有76户，需要赶紧来翻修哦。组织基金会甲台积电的基金会拢已经答应讲会来斗3工。有一对母仔囝，伫918大地震，掉伫玉里镇一间倒去的便利商店下底。这对母仔囝今仔日出院，即嘛是平安转来啊，毋过看落也是真惊吓。想到迄当阵规间厝压起来害了后，所来就规片暗索索。加在规家伙也拢平安，因是真感谢这个救援人员。里面的呼吸有限，侧躺的时候比较难受，趴2个小时，比起以往的救灾，我们算快了。大地震互花莲南区玉里镇、富里乡、倒溪乡损断了真严重。经过鉴定了后，拢总有370间厝受损，其中已经无法度住人的，封开红单甲黄单的有76户。组织基金会甲台积电愿意协助修理，也阁有重建。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县民能够这个有一个平安的家，还有一个平安的心。受创比较重的红单跟次重的黄单。到目前为止，总共是76户，实际会全部来做修缮或重建。县长徐正伟感谢宗教团体甲民间企业来斗3工，初步协调富里乡台9线德产以北受损的徛家，由台积电来负责；倒溪乡甲玉里镇是由组织基金会来协助，也那县府是负责拆除。有随时倒塌这个妨害到公共安全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全部把它拆除。那拆除的部分，县政府来拆除。另外，组织基金会还阁认养4个算断了较食力的学校，也若中介收入户甲独居老人住的厝，嘛优先来修理，而且派志工去关心，安大灾区居民的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鹿野关山地上，有一寡厝因为地震，即卖已经无法度去住人咯。也毋过受灾的情况阁还未达到中央的灾区标准，所以受灾户只会当领到地方政府一般的救助金。灾民是呼吁政府甲民间团体卖当来协助。厝内底涂骹板落落去，壁必开，厝外空地也离开，安尼厝要安怎住了安心呢？18大地震了后，地上乡有真侪面体受损，即嘛关山地上甲鹿野也陆续传出面体受损的情形。鹿野乡有一间住乡2乡的餐厅，厝外观看起来好好，毋过厝内条已经歪去。厝主一家伙也毋敢住，只好伫厝外大步旁生活。厝受损的民众希望政府引导3工，分中更加远。以平时为楼不能居住我们目前呢也都借住在朋友家里。家己要修理，这摆的范围已经超过咱的心理啊，嘛无法度啊。台东县政府调查到目前为止，鹿野关山地上已经超过210户受损，另外还有15户被列为无法度住。毋过台东县这损害无达到中央灾区的标准，无法度得到中央的救助。毋过县府已经启动相关的社会救助，先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我们提供安迁救助，那每一户一口是2万元，那最多这个以10万元为上限哈。灾害的意外的慰问金呢，我们每一户会有这个5000元的这样一个发放。社会处表示，目前已经成立救灾专户，提供各界关钱、专款专用。毋过受灾户厝损害复原，县府无法规应提供救助金。毋过县府表示，已经联络民间慈善团体，移到台东协助受灾户重整家园。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今仔来台湾第3天，嘛甲总统蔡英文做伙参加世界台湾商业联合总会伫高雄的活动。总统强调讲，台湾半导体等产业伫全球是非常有竞争力，台湾的经济会当来成做全球经济关键的力量。蓬佩奥嘛表示讲，台湾甲美国分享真侪重要的价值，强调讲美国政府会是台湾的好伙伴。总统蔡英文伫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的陪同下入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的第3天，两人共同参加世界台湾商业联合总会活动。蔡英文致辞的时阵，感谢台商伫世界各国的打拼，嘛强调台湾经济力量会使变做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累积的投资已经有超过1250家企业，将近1.8兆元的投资。我们要让世界不只看到台湾良善的力量，也要看到台湾的经济的力量。台美之间不仅在民主的对话，在安全的事务以及在经贸的合作上，那尤其在半导体等高科技的产业能够更深化这个合作。蔡英文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世界拢真关注，嘛期待台美之间会有更较侪交流合作。蓬佩奥表示，台湾甲美国分享真侪重要的价值，美国政府会是台湾的好朋友。For the past decades, has encouraged American business to invest inside of China, to invest alongsid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was American policy for decades. It's no longer the case. 蓬佩奥第2摆访问台湾，主要行程拢甲经贸交流相关，会使看出伫全球供应链当伫重组的即阵，民主国家之间的共识，除了伫推动民主甲国家安全顶悬合作，经贸合作若会使整合到全球的供应链当中，对台湾的安全甲整体经济实力嘛有真大的帮助。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这几天，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伫台湾的访问，咱国国防部指出讲，27中共的军机飞来11架次，有4台的中国军舰嘛伫着台海附近的活动。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嘛甲印度的外交部长会谈，奥斯汀是表示讲，看到中国伫台海起事端的行动愈来愈接，美国会加强甲印太地区合作来面对挑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拜访美国5角大厦，国家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双边会谈。俄乌战争甲中国伫台海威胁造成区域情势紧张，美国认为应该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将面对中国一直以来的挑战。Sustaining the region's securit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now. In recent months, we have seen the PRC intensify its efforts to challe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its unprecedented provoca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to its ac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stabil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should be secured, and that is best done, amongst others, by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like us. 美国一个强化伫印太地区的盟友友好关系，美中之间因为台湾问题继续交锋。中国航电11月要伫珠海登场，中国空军未派出国产日空系列战机做代表的现役装备参加展览，有意要大秀军事实力。这10年，中俄巡航和警巡永海、战巡南海、厉兵台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这2天访问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密切关注强军的动作。国防部日前指出，强机11架次加4只航艦继续伫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不过无强机超过海峡中线，或者是入侵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是强军8月军演以来真罕见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造唱水南的进度，目前规划明年的9月份会落水哦。也毋过有海军退役军官是指出讲，咱国家己制造的唱水南无取得一寡关键的设备甲零件，唱水国造会是死路一条。也毋过咱国海军是批评讲有一寡专家无够了解，嘛强调讲目前的计划拢依照进度的进行，明年的9月份就会公开展示。
总统出门大力推动江南国造是国防自主的重要项目，为规划到建造一直受关注。目前规划明年9月落水，因为建造进度保密，外界风声真多。特约江南军官前海军武学校上校王志平指出，介绍江南国造面临的困境，点名无提到3项红区装备，包含关键的蓝体消音、导弹甲压力卡甲外壳之间的消音器、消音装，尤其无安装 AIP。10期推进系统，江南国造会加做死局，绝对是死局。为什么？因为你在水下的运行的时间不够，你还是要靠传统的呼吸管方式，定时要去做充电。可是你充电的那1个小时到2小时，就是你最脆弱的时间。我们不用 AIP， 我们用锂电系统。我再强调一次，明年的9月，中华民国的第1艘潜舰一定下水。前海军司令部顾问桂小在现场反驳王志平对江南的质疑，表示家己掌握江南国造上新的进度。顶个月已经完成江南系列港的安装，大船工厂分3帮一下赶工，中心明年9月一定会落水。海军也反击江南国造是死局，指出进度正常，并是少数人看衰，反驳部分专家历练不够。刻意的去释放这一种小的技术细节的一个不顺畅的问题，我想这可能会严重误导。更何况就是这些技术在相关的国家可以取得，或者是自行研发的可能性都是高度存在的。针对江南国造无 AIP 10期推进系统是不是影响水下作业时间？学者分析，咱应用锂电池取代，台湾应制造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加上大港电动车的技术，要发展江南的动力电池，不是困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无停过，将对中国伫8月份发动大规模围台军演，军方嘛占也着解放军出动的无人机，4、5个人一组来操作，有人负责无人机的起降，有人负责资料的收集甲传送哦。要培养一位无人机合格操作人员，嘛至少要半冬的时间。瑞安无人机对跑道出过来，随升空继续起立。这是海军海上战术侦扫大队的事常。中国进前是发动大规模的扰台，瑞安无人机都是关键。在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它不见得一定可以掌握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性。那也许它可能侦测到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保持我们的高度来确保它的安全。海军证实，瑞安无人机8月3日是成功查到中国天基星这军舰，透过机身下卡的求识臂，即外靠近光，日显上这模式，掌握军舰的动态，发挥无人机战场监控、及时回传战场监视的优点。海军海上战术侦搜大队是国军目前唯一一个战术型无人飞行载具的部队，一边东行村大东拢有，有反制直升机的飞行管调过来。在直升机上的话，也是一个平行向下的视角，而我们的无人载具主要是对远处的小型的中小型目标以及中共的无人船只做一个监控，所以在我们的战略跟战场上运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瑞安无人机是5个人一组，操控的人是负责起降，这个交予起降的导控站，会当真紧部署伫个机场，也是起降基地。另外侦搜行动、回传战场监视是交予地面的导控站来负责。要操控你也无法简单。大型无人机的飞行并不容易，需要依靠整个团队各个环节的紧密搭配，才能顺利达成每一次的任务。基本上风险比较高的部分会在起降的时候。至少要开半年时间，才会当培养一个合格操控瑞安的人。海军嘛继续用瑞安无人机来捍卫海疆，中科院嘛继续在研发会当攻击的二代机，研发国军的无对称作战。记者综合报道。哈瓦罗西亚4个乌克兰地区办加里罗西亚的公投已经有结果了，4个地区拢要支持加里罗西亚。外界预计普廷应该真紧就会宣布讲，这4个区来乘做罗西亚的国土。上新的消息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讲，这个公投是歹戏拖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讲美国未成立这个公投。
新莫斯科官员日前表示，在克里姆林宫撤回公投当中，初步算票结果显示，扎波罗热93%、赫尔松87%、卢甘斯克98%、顿涅茨克99%支持加入俄罗斯，这也符合原先的设定。美联社报道指出，相近这拜五，这地区会并入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对就相关结果发表讲话，根据伊的朋友、国会上议联邦议议长马维燕科的讲法，议员会伫10月7日审议减刑法案。在这时阵，俄方进一步警告，可能部署协助来保卫包含新并入的国土，会继续动员超过25万兵力部署到1000多公里的前线。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готовность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Также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что с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трека. 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公投结果发表讲话。This is the most brutal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It's a complete isolation of Russia in response to everything it does. A state cannot remain a permanent member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ith the right of veto. 美国、法国、北约拢批评这公投，表示未承认相关的结果，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立场。公司新闻黄文英评论。来看罗西亚伫波罗的海西北溪天然气管线一直在外漏，外漏的气体的污染环境哦。丹麦甲瑞典拢表示讲，因调查认为讲管线应该是受到人为的破坏。罗西亚表示讲无法度排除任何的原因。中欧国家是怀疑讲，罗西亚有可能是为着要报复西方国家的制裁，家己破坏的。伫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波罗的海海域，会当看到奇怪的气体流出来。罗西亚的北溪1号和北溪2号这两条管线拢总3个位，伫同一天拢歹去。两国调查了后，认为讲这真明显是人为的破坏。另外一个较无好的状况是，天然气主要的成分甲烷排伫大气当中，这对气候有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Det siver rigtig meget gas ud. Det vil sige, at det er måske flere millioner. Ligen rör sig om en medveten handling. Det är alltså troligen fråga om ett sabotage. Norges regering har också informerat oss om en ökad drönaraktivitet i Nordsjön utan i våra länders ekonomiska zoner. Och Nord Stream 1 och 2 ägs inte heller av Sverige eller Danmark. Så det är alltså inte fråga om ett angrepp på svenskt eller danskt territorium. 罗西亚一开始对这流出来的事件是表示讲真大的关心。记者问到讲这敢有可能是故意的？克里姆林宫是表示讲无排除任何可能。Это очень тревожные новост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чь идет о неких разрушениях в трубе. 在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以来，北溪管线一直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罗西亚对欧洲减强天然氣，防懷疑講有可能是對西方制裁嘅報復。Rusland bruger jo gas som et pressionsmiddel over for Vesten i forhold til krigen i Ukraine og prøver på den måde at。目前並無官方提出是啥物造成管線破壞嘅證據。但是，伫對羅西亞真無信任的中歐是煩惱講，莫斯科有可能是故意來破壞家己的基礎設施，也是對外警告，所有的管線都有可能會受到攻擊。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譯。過來消息來看，第59屆金馬獎昨暗公布入圍的名單，今年是有真濟香港電影甲演員入圍重要的項目，其中地鐵這出電影入圍14項上濟哦，國片就嘛入圍13項。另外，記錄香港這幾天抗疫行動的憂鬱之島嘛入圍上佳紀錄片。頒獎典禮是喺11月19日國父紀念館來舉行。金馬執委會日7是舉行第59屆金馬獎入圍名單的記者會，頂屆最佳女配角王宇軒和男演員詹敬華來做伙宣布。其中最佳男主角入圍的名單是包括地氣的林家棟、最後真相的張浩全，甲一家伙仔咕咕叫的尤安順。最佳女主角入圍的有地氣的劉雅錫，甲燈火闌珊的張艾嘉，才會女星做伙來競爭最佳女主角。入围最佳导演有的其实也算是新锐导演。其实，一家子的咕咕叫，严格说起来是詹金玲的第一部，就是完全的电影呀。那他之前其实曾经以《川流之岛》入围过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导演的部分是陈哲尧的《夏永家》，詹金玲的一家伙仔咕咕叫，
香港片地气即摆是一口气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等等14项，是入围上侪。国片奖嘛入围最佳导演等等13个奖。但我觉得就是就片论片是竞赛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好像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你的主题，去决定你这部作品到底是应该加分或减分。本届年度台湾这出电影工作者的得主是已经过身的步拍特效大师陈明铁来提到，强调讲陈明铁伊是甲动作和特效合起来做影像，而且伫个步拍领域是一直学新的，做出好看佮安全的大场面。这届颁奖典礼是伫个11月19伫个国父纪念馆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冠金伊敢股无股不成金。今仔台湾日子，咱们来回顾2014年9月28发起的香港占领中环的运动。后来外国媒体改叫做雨伞运动，也是雨伞革命。上大声是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建明、国务师朱耀明，外界叫因战中三子哦。因起初认为讲，香港人应该用爱甲和平来呼吁中国政府和香港人会使一人一票选出香港的特首甲行政长官，实施真正的普选的制度。所以按说要发起和爱甲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在2014年的7月初1进行有演，也毋过初2就500外人和警察掠走。在2014年的8月31号，中国人大在北京开会。决定香港的行政长官就要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先来选出人选，再予香港的选民来投票。也毋过，这委员会大部分拢是亲北京的人士，所以这个新制度一公布，戴耀廷教授就讲，8月31是上黑暗的一天哦。嘛认为讲，这爱甲和平的运动已经行袂落去了。在2014年9月2日，合并输掉黄之锋等学生团体发起罢课。暗时有一群人冲入去香港政府的总部广场，黄之锋等人就被警方抓起来。后来有8万的民众去声援，因要求人大要撤销831的决定。在9月28日透早，占中三子甲学生团体达成共识，正式来启动占领中环的运动。香港的警察为了要驱离几千个在金钟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放出87粒催泪弹。也毋过，并无赶走要争取真普选香港人自治的民众。这场抗争的行动，香港民众用雨伞来抵抗警方的军牌、催泪弹、甲胡椒水哦。所以外界嘛，甲叫做雨伞运动。加强79天的抗争，在12月15，警方强制清场来结束。有民调显示讲，有700万的香港人，2成大约是120万人，要去参与雨伞运动。虽然最后并无成功争取到普选哦，也毋过嘛，真做是5年后2019年轰动世界反送中运动真重要的民主养分。虽然目前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暂时冻点了，真侪人是真伤心、真悲观哦。也毋过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坚持甲勇气，互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拢真敬佩。咱世界嘛看到中国的傲慢甲阿爸。香港的政府嘛，互台湾人小挺香港反共的态度是愈来愈坚定。这是一段值得台湾人了解的香港事件，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来看今仔是教师节咯，咱来看宜兰孔庙有一个传统的祭典，一切拢依照古礼来进行，非常的庄严。现场嘛发智慧歌，有袂少大人带着囡仔排队来领智慧。宜兰市立兴国小学生囡仔跳落乐舞，宜兰高雄国乐社用边整边庆演奏国乐。日白是教师节，也是继承先师孔子第2572年名单。宜兰县政府伫宜兰孔庙举办传统的祭祀仪式，照古礼3献甲3拜礼，邀请总统候选奖得主陈怡贞做节后事的主祭官，表达伊肃清绩效的好品德。参加这种这么大的仪式，也非常的开心。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
但伊今目前读罗东高中3年，出身大亲弱势家庭，甲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因为健康问题，无适合食市面上买点心，伊就学做妈妈用食点心。佮参加全县各种技艺竞赛，中小点心组摕第1名。作为献互妈妈珍贵的母亲节礼物，获得到全国好评奖。我的民众们请继续排队。为了小朋友，以后求学的时候能够有好成绩。伫现场，由宜兰县长林志标照往例发智慧歌啊，为咗大人带囡仔来领求智慧，由阿公阿嬷伫现场为亲人求平安歌声。县府讲感谢老师团队授业解惑，用心指导学生，提升宜兰教育的进步，祝福全县老师教师节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客家朱祭宫的上白搭挂香的活动哦，有真侪传统的顶头艺国等仪式。最近上白搭和文化部列做国家重要的民俗，目前全国登录国家重要民俗的计共是有22项，台南市就有6项。停办1年，缩小规模办2年的客家朱祭宫上白搭，今年4月初9到4月11开课举办，闹热滚滚。唔闹传统的艺典，庙方阁去将军溪边办上白搭挂香的祭典，代表食果子拜树头、低温保本的精神。那今年9月，阁通过文化部审议，加做国家重要民俗。会当通过这个重要民俗，迄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经过大家的努力总有看到一个成果出来这嘛咱感觉足欣慰。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讲，这个真好的传统文化，就是饮水思源，忘本。客家朱祭宫2018年开始，甲中央表达争取的意愿，要甲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祭典列作国家重要民俗。虽然近2年召见活动拄着疫情取消，不过庙方继续咧争取经费做文化资产保存，甲传统艺典找倒转来。即马嘛已经加做台南市第6项国家重要民俗。它在整个祭典的过程当中，它的义正以及它的义格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水甲上白教是台南市的第6个重要的民俗，那也显现出台南是一个文化首都，各项的文化资产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备。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客家上白搭的文化价值受到官方的肯定，最近应该就会落南举办授证典礼。台南市本地有5项国家重要民俗，包括西港看香、东山碧仙寺迎佛祖等等。到今年9月为止，国家重要民俗已经有22项，台南就占其中6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社岛开发案以区段征收的方式来推动，早起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审议小组开会，反对甲支持征收的2派民众拢去内政部登前，双方嘛发生冲突。顶前民众一到现场，发现和警方用具备围条的非常不满，要求马上移除，无就是妨碍人民开记者会、甲记者采访，双方一度爆发小客。等一下好不好？那你跟他们讲一下嘛。把空间让给我。警方随后稍早具备和短暂的冲突来结束。这群反对社岛以区段征收方式来开发的在地居民，选伫内政部土地审议小组开会进前，来到内政部来登前，强调已经有450个所有权人要求为区段征收的范围来剔除，嘛强调违背人民的意愿，强杀土地征收，台湾不是民主国家。无废除了，咱台湾永远袂使讲咱家己是民主国家啦，因为这个区段征收严重侵害人权。相隔无远，另外一群民众也着报条表示，无法度开发的社岛根本是台北市的庄脚，强调区段征收是必要的，因支持开发，认为社岛安尼才会当改善3等公民拢不如的处境。环境甲生活是3等公民都不如。环境嘛是3等国民都不如，阮爱支持区段征收。28号下晝，内政部土地审批小組針對社島區段徵收範圍個地價地比例開專案小組會議，反對居民指出，有所有權人要求為徵收的範圍剔除，內政部愛北市府特件來處理回復，但因到今無收到說明。記者林志堅台北報道。再来看移民署最近查到2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哦，这个集团已经诈骗85个民众咯，去柬埔寨来做诈骗。今年7月初哦，有3个民众伫个红转卖过程逃走回来，
杨过回来台湾了后，嘛是阁受到恐吓。为着防范民众哄骗去柬埔寨，变做人口买卖受害者，移民署国境大队甲新北市兄弟合作，掠到坡高山万元5路，两个伫台湾的车手，姓沈的查某人，甲姓李的查甫人，通地因审理了后，一个人收押，一个人交保。桃园地检署近日核发拘票、搜索票，指挥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及新北市刑大前往台中、彰化拘提在台集团成员，到案侦办。移民署甲警方调查发现，讲民众若去到柬埔寨，护照就会去互扣起来，限制人身自由，互强迫伫咧网络铺文招人，骗搁较侪台湾人去柬埔寨。若是业绩无好，还佫会互转卖去缅甸。7月初，有3个台湾人伫咧转卖过程当中逃走，请来公驻泰国代表处到3天，有安全返来台湾，不过也是去互恐吓。你以为回台湾就可以安全了？啊，我明天就去查，到你家里去，先找你家人，你回台湾了。经过调查，伫柬埔寨坡高山万元5路公司是台湾人安哥安嫂带头的，下底有几个黑社会背景的拍手来负责监督，车手是伫咧台湾提供规范的服务，负责替去柬埔寨台湾人办护照、安排出国等等。警方初步清查，这个集团已经诈骗85个台湾人去柬埔寨，也若针对柬埔寨诈骗案，行政院下部会小组正成立到当，已经协助救援200多个咱国的民众返来台湾，还有60多个人等待安排回国。记者综合报道。本土语言今年开始是中小学必修课，也毋过本土语言教师培训学分班的成员指出讲，教育部对今年开始才开始补助学分费，因前2档拢开120万去上课摕学分，实在是无啥公平。教育部嘛回应表示讲，嘛按算会来补助一学分2000块。高中以下本土语言这学期列入必修课，这几档嘛有真侪人加入教学行列。不过要取得教学资格，读学士后本土语教育学分班的费用贵33。教育部是对111年才开始补助学分费，109年学分班的老师真不满，讲因真有热情，所以目前对待。阮看到这，阮搁咧读，看到这真感觉足心酸的，因为阮开时间、开钱啊。厝诶嘛无讲大家拢支持，啊，搁有迄落同事嘛，感觉你这足奇怪。甚至有的学员还去小额贷款，因为寒暑假我们也得上课，也得付学分费。这是非常，就是金钱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徐老师讲，伊有教师证自费去上清大学分班，2档就要开19万，隔壁班的同学要加收教育学分费，至少要25万，佫无包括着交通费等等。嘛有老师提出资料，109年全台有200多人读学分班，那加入补助，教育部大约需要支付3000多万左右。本部就109年至111年9月1日前已修毕学分的部分，也依法规修正及经费筹措事宜，朝一并适用师培大学办理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实施要点第16点的规定。针对诉求，教育部是回应讲，若符合资格，会往逐人读学分补助2000块的方向来建议。自救会是表示，希望教育部用书面也是公开承诺，让因感觉有受到尊重。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台北市内的康宁路有一间人家厝，昨出现一只野生的高山仔，这只高山仔真粗勇、真大只，撞来撞去，佮后只民众厝邻的经济台北市动保处嘛去设限制来掠狗。伫内湖康宁路3段的平地区，中昼过后一片宁静，不过自7早起，这员工是真闹热，因为有民众发现野生高山的影子。就是我5点多看到，今天这一只是蛮大一只的，躲在这个冷气的主机里面。加睡觉打架啊，毛很漂亮。8点多就躲，就在从这边这样子啊，把那个鱼沙器踩坏掉，砰，叫人家才出去看才晓得是猴子。有网友伫边车社团讲，这只汉草真好的高山仔，伫铁桶顶悬咧爬。有人讲，伊将阳台厝顶落破，佫有人发现厝内底金蕉拢互伊食去。我看到伊正伫厝顶，我转走过来看，结果金蕉被规皮去啊！哦，金蕉规拢纯皮尔咯，对吧？无，才4年呀。持续派员过去，然后调查附近民众有没有看到这只猴子跟
相关的一个它出现的地点，必要的时候设置诱捕笼，必要时会予以驱赶。其实这所在不是第一摆有高山出现。2018年3月，附近的公共电视台是科雷亚到台湾高出现。不排除它应该是金面山或者是大尖山山系上面的这个猴子的族群。台北四面环山哦，所以山上势必是一定有一些野生动物族群的存在。动保处提醒，拄到同款的情形，唔通去甲人，也唔通饲物件，这部分继续留伫现场，赶紧向动保处通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南投鹿谷的蜜蜂贵妃茶比赛哦，少年农民詹恒义摕到茶王奖。伊2年前返去故乡，自头开始学做茶，提升爸母的功夫。希望讲甲这项茶叶特殊的情况分享给愈侪人。南投鹿谷的青年茶农詹恒基，今年才拄摕到蜜香贵妃茶王奖，特别引起各界关注。因为去年这奖就是因妈妈先摕到，一家伙仔连续2年拢得奖。那做茶品质受肯定，嘛代表爸母的功夫有传承。这一次很开心，就是可以得到我们今年的蜜香贵妃的茶王。那就是去年是我妈妈得的。今年就是有把我妈妈的精神传承下来，有爸妈他们的一个经验的传承，那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很顺利的，就是把这个产品把它做出来这样。咱嘛是有认真啦，搁有做到咱这个或者消费者爱啊，搁咱这评审老师爱的品质上安尼，阮这囡仔嘛是，伊嘛真正有真用心啦。詹恒基2年前才决定返来故乡学做茶，伊讲若要做出品质上高的蜜香贵妃茶，有真侪眉眉角角爱注意。除了爱利用友善管理吸引烟仔虫来甲茶叶以外，伫咧焙茶的时阵，嘛要真有耐心，慢慢啊焙，才当焙出甘甜的口感甲后韵。这个茶非常的珍贵，因为它是在一个天然的环境之下，要有一个很友善的一个茶园，小绿产才会来叮咬。经过适度的烘焙，所以它才会有一个蜂蜜的香气，而且它喝起来的一个甘醇度是比冻顶乌龙茶来的再厚实一点。詹恒基一个伙仔，每一个人伫厝里做茶，个人拢有个人的角色，发挥家己的专长。伫咧第2代传承之下，嘛要继续研究甲讨论，望甲甘醇的茶芳分享给愈侪人知影，拍拼为家己的品牌拍出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的林后树林边地心灵园区哦，最近游客中心出现一台外形以暗光鸟设计纪念品的机台，内底锁匙圈哦是用台湾山马设计14种保育类动物的造型，有真侪游客来这就会当一个纪念品炸回去哦。用心的设计，真特别的创意，是真受到欢迎。好，掉下来了，好棒！手推进去，推进去。哎，对，哇，是什么？甲银角仔落入去机器内底，都印高明英的古锥纪念品落来，囡仔是笑甲真欢喜。这个扭蛋机呢，里面有我们有台湾原生的14种的动物造型钥匙圈的木工艺，它非常的特别，是用我们台湾国产材制作，就是国产材台湾山所制作的钥匙环。为着要增加趣味，屏东林管处伫南后树林边地森林园区设一个鸟头鸟的纪念品机台，用台湾山马做出14种原生动物的锁匙圈仔。每一个多样嘛拢针对物种的天性制作。除了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台湾特有的物种以外呢，它的制作的手法上呢，也是使用了它的一般很特有的习性来制作。我觉得很棒哦，让大家游客来这边可以用我们这种台湾杉木可以做成一个纪念品，很值得。这些动物，然后做出来的样子都蛮可爱的哈。游客表示，这个纪念品真特别，嘛真有价值。若认捌台湾原生种动物，阁会当甲这古锥的锁匙圈仔当做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近摆若来遮，拢会存一个，希望甲14种拢总收集好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出亚马逊雨林的纪录片，用3天的时间摄影制作，以原住民甲西方的角度来讨论人甲土地的关系哦，针对咱人对待大自然的方式提出批判。最近这出影片得到包括日本影展等12项纪录片的国际大奖。
纪录片凸显普利兹所翕的 The Territory 侵入亚马逊雨林的心脏地带朗多尼亚州。乌鲁尤瓦瓦族因世代拢住伫咧遮，为了要对抗农民甲矿工亲门大户，则不下比泰特带领族人捍卫部落，保护出没偌济雨林。纪录片是用导演的角度甲观点来讲，不过实际翕的人是泽布希主角比泰特甲伊的族人，因为拄则开始翕的时阵就拄着新冠疫情。乌鲁尤瓦瓦族的人口无到200人，为了防疫，不准外口的人进入部落。普利兹就甲摄影机交予比泰特，比泰特带族人来翕，讲家己的故事。另外也用无人机斗相共翕，每完成一段就用通讯软体讨论。上尾因总算完成这部拯救亚马逊雨林的纪录片。因那纪录片的这篇制片特塞西鲁基是24岁法律系学生，伊是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唯一上台发言的原住民女性。伊认为乌鲁尤瓦瓦族是亚马逊雨林最后的守护者，但这代若无采取行动改变气候问题，后代子孙的生存就真危险。Ela só vai ser alcançada passando pela sabedoria dos povos indígenas. The Territory 会当讲是乌鲁尤瓦瓦族出品的纪录片，融合原住民甲西方的角度，为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提出批判性的观察。地球有危险，人类无分种族拢是命运共同体。The Territory 希望会当唤醒成为地球物种的一份子。若想要有美好的生活，就要尽到保护环境的责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半部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